得同嗎？茶林魚你先先首先，冷鏡嘅，首先我見短見多所嘅，有透過網絡專門就專門諗不到，聽聞但係嘅先嘅，但係曾總，其他的點都聽到好麼？每一位嘅曾總，學到那嘢上唔落嚟啊，公咁晒無論嘅，做男女晒嘅，但係點同埋點世界各啲地嘅法友，數據問候大家身體冇乜健康，做上嚟啊，吉祥如意。但係卡上今日課程開始之前，啲你們幾十年嚟啊啲，咁上入世嘅小喺店對吧？一日之小店前是吧？啥種謝謝啲？嘛茶林魚你寫點寫的？咗一個金撐寫咗啲嘛家具籠子，司徒嘅當部籠子司徒籠子嘅寫的呀，這些咯，就長給壽祈請錢文，什麼的，然後發佈咗喺網上面。但當部籠子的還首先呢，有啲，而家俾一個咁上入口傳世小店對吧？同埋一個簡單今嘅解釋。天我就突擊追有點嘢，就是現在那種狀態，主播身邊那就準備下邊的只能一個，現在我們的常規學習節，那個就上大都是主角吧，無論那麼說，也說人家那邊小電視，現在突然之間表演，他們給我講了數學吧，故事人些吧，這些對，電白建設小就是真就是，次數節吧，他們等的記錄你當你去攞，你追給那我來想，你允許名字都卡給我怎麼樣？請問你？给联系的其他主角也人录制把他的故事史源的对面，记录你当你就这种大话给别些记录你干嘛不会去之类什么呗？假如你讲这些版本的证明见都少，好了是他的，他的刚才也是下点对吧？下的小那个这些小那个素描的，他的那呢这些小那个汤不哦，的，呢度咧主要有三個祈你懂你請文，看第一别了嘞，個咧中文係嗯。你们就係喺这个2020年，米朗拿了呀，他的别是几套了呀，你是知晓去啊，你是米朗大是當時咧我發咗個夢，啊，喺個夢裏邊这見到里的一部你设經文，备做了把經文上面设备的寫住咧，上头现在定啊，你设备我接了的对吧？醒過嚟之後咧都仍然記得好清楚，把速度压了起，米朗大不的压了起电瓶，所以當但现在他時咧我記落嚟，这下电嘛的选的不说是。然後記低咗落嚟，現在啲米嚟自己沒電瓶那得我查住去，但那些就錢啊，比較似一個主要的祈請文，你是不是影但係就響到唔好意思俾這人睇。些電嘅說是都這啥？你差不多沒想就到來好似沒電呢，自己那個好犀技術的利咁樣，的是我寫吧，所以一開始嘅你寫時候冇的開始還是的俾呀，其他人睇，沒電瓶嘛都自己用着錢的米的前面，但係就之後但現在開始想。又俾一啲人睇。咁上入世嘅，但小弟對不起，我都上不了，電眼上嘅，拿完了就是下手，後來上我面那電眼當時就就小想講，店順便有搞諗到這些創意角落到的話是，想寫一個對的，簡單嘅祈請文，台灣入世嘅小店，真的就今把都是生嘅給呢個用嘛，司徒嘅一個你呢，那長壽電腦祈請文，了，因為就也是原平時先的大家會念小店我另外一個講嘅，比較入世長嘅一個的生祈請文，活是沒有嘛的，現在入世的就喺裏先邊寫的吧。就冇伢的念到忙不出去，那天司上都徒嘅一是弄的。啲先生，俺那啊入社的是佢哋嘅先寫的名號。不記了，俺那忙不咁出來，所以而家你這是做呢一孤獨個咧，就係的上面有司徒嘅成嘛的。名號，等你那天當不直接當不的，俺那所以有諗嘛，到要當你是寫呢一分別了個。的呀，等你沒人就隨便拿完了，等你第寫了的，一個俺就係喺2020年嘅時候說是發咗一個連夢，這個，一個錯亂嘅我把它連這顯現，然後咧寫低連咗呢一段我得下來其實都行。嘅但是祈請文，這些你不得外省當把的常規學可能習節係因為一啲下去的，緣起而顯現嘅。小朋友的家庭哦。咁然後第二個咧，但係拿落嚟啊，咁上嗯，記得然後有啊，不提到是光耀，咁上入些短時就其實做吧。啊，咁上入些短時的，然後他說法王。他跟他一般我哋講金這個我說倉裏的是道邊有理啊，7位法子，但入些那麼喺第新的九世這個孫的霸王對不對？你這九個巴嘅生活都時候咧，這樣多啊？第一個他就有入些
寫啊，乜都知，今有生嘅啥？司徒的祈請文但係呢已經啲可以睇到，寫啊，誒當時咧呢，大概有4位到5位嘅司徒，咁就算之後啊，就算部短短多是講啊，就算部第13世短短多是嘅法王公噶瑪巴路啊，咁嘟嘟樣多姐入些出嘅，嘅咁樣時候咧，我喺佢哋天天嘅天天是教言出落個睇到當地定係啲小孩，當時嘅金稱有佢啥呢？七父子，送水寫俾呢，佢是入些出嘅寫堂嘅日母人啊，應該係六父子。人睇我嚟啊，誒呢咁當入時些叔戚姐的有戚姐，幅嘅但係唐卡，戚嘛，但戚姐不就咁同送時呢幅嘢要嚟。唐卡，前呢，天天月底不就再不來是，天天送多啊，送每一位水的。大師都有佢現場的確定那一些，日母親，佢嘅嗯，祈請文。入些叔叔我嚟啊呢，咁就係直接說落有一個不就，張咁嘅但唐卡，就送畫咗出嚟有6位難度啊，嘅啊對，入些入金稱些出，提高了金山入家具些出席，派嘅司徒有6位，聽他們講我們不是搞這對啥呢？第十三入位些車了呀，第13世要嘛，還是法王嘅講我時候咧，講古鎮堂不對對，當時咧總共冇車就未但係呢，列金山入些入為對下的嗰啲全部都是那邊啦，司徒裏邊，就是講咁呃，公主入不去，老者太爺的，咁就但人民被代表大戶，這啲之後總共攞咗太爺，總共攞部車那咋些公主係利美運動嘅一位教主，所以之後就被亦都納入為金稱嘅司徒當中。咁有個認為佢之後咧會精通三宗，亦都係非常修辭好嘅一位金稱裏邊嘅一位重要嘅法子。咁亦都係傳承裏邊，咁所以總共兩部車亦都係喺傳承裏邊，所以而家都會講有金稱嘅7位司徒，咁其中有一句咧就係講緊薩瑪爾部車，有時候咧直接講佢嘅名號，會感覺到好驚訝，很 shock，所以通常聽到名號咧就會感動到流眼淚，但係而家咧聽到名號咧就可能有唔同嘅想法，因為佢係無量光佛嘅發現，然後朕光咧就係司徒仁波切。就會話係第一如來嘅化身，或者毗盧遮那嘅化身，就係羅青嘅大譯師，就係掌光仁波切，所以就毗盧遮那就係講緊掌光仁波切，然後下一句就係加插仁波切。所以然後下一句咧就係包窩，就係包仁波切，然後就係有位就係龍樹菩薩嘅化身，就係 Lu，一位叫 Lu 嘅仁波切。因為又唔可以，就係然後沙馬仁波切、司徒仁波切、求親仁波切同埋藏光仁波切、巴旺仁波切，再加埋老師法王噶瑪巴，就總共咧就有7位嘅司徒。然後第3個頌文就提到真正持守嘅法教嘅大師咧，唔一定喺法座上面，佢可能係遊歷緊好多嘅地方，無論係一啲大師或者一般嘅人都好，係出家眾或者係在家眾
年長嘅或者年輕嘅亦都好。總之佢係弘揚緊聖教嘅咧，都係就無論佢哋身在何處咧，都希望佢啊壽命長久，所有嘅障礙逆緣都遣除，然後能夠護持聖教嘅一個咁樣祈請，就喺第三種裏邊。咁我哋平時會念嘅一個比較簡短嘅咧，就冇好清楚講到法子嘅名，所以呢個嘅原文咧就會係真係有佢哋嘅名號喺裏邊，所以希望無論我哋嘅傳承咧，佢哋嘅都能夠長壽，所有嘅大師都能夠長壽，所有無論係各位都係能夠所有弘揚緊聖教嘅大師，無論身處各地，無論係出家或者在家嘅一啲聖者，佢哋都能夠長壽。今日就係藥師佛嘅聖日，所以咧今日希望有一個好好嘅緣起。所以有位 Campbell 同我講可以俾口傳，咁因為有位 Campbell 去祈請呢個口傳，所以頭先我開始就先俾咗呢個口傳。之前呢講到一切有部嘅好多嘅大德，咁以後講嘅係南傳佛教嘅赤銅碟部，咁有幾位嘅阿闍黎，就係今日嘅南傳上座部部派時代人出現過兩位呢好重要嘅阿闍黎。第一位就係目犍連子弟須，就喺西元前嘅3世紀，佢係法王阿育王嘅上司。咁佢係南傳佛教歷史上邊呢主持第3次結集，就係喺呢個華嚴城嘅結集。而家地方就係班納，就係別哈省嘅首府。咁佢咧就係主要主持呢一個結集嘅一位上師。咁佢做咗南傳佛教阿毗達摩7論之一嘅論師。咁佢駁斥咗當時其他部派，大眾部同埋犢子部，咁佢哋嘅200多種嘅邪見駁斥咗。咁另外第2位咧就係覺音阿闍黎，會翻譯成佛音阿闍黎。咁佢係可以話係南傳上座部歷史上面最偉大嘅學者或者大譯師。咁佢嘅著作咧非常之豐富，可以話係三藏咧都有所著作嘅。總之你法句經亦都係咁。佢係現代學者稱之為南傳佛教嘅知識總集嘅詞典，同埋佢有注釋呢個清淨道論，咁就係開始咗上座部嘅基道果所有論點嘅做咗一個注釋。
就係清淨道論非常著名嘅一部等大那些論點。講天上嘅那點地位嘅猛是靈驗着的，猛是中間着的講人是，佢可以係來是大啲嘅今日上普遍人座部嘅奠基理解，者，普遍大常見的就你我的係虛實者，但係呢聽國音過了呀，尊者，即係佛音尊者。也開門別嘅這咁就係個上座部呢卡兩些就位嘅阿闍黎，特別念到卡些就咁然後我就選那啥不太少，這樣他其們被普遍他有直不落噻，選的，還有一啲咧普遍直不落選。著名嘅阿闍黎，普遍直不落然後下一位咧噻的，就係那個協尊理解不者給了呀，布拉西吧，梵文咧後面多，布拉西吧，就係讀 大家那些呢，大 Brasiva，光斷句的是，大光了直不落學過來，咁真看的是那光句都早早先的修掉吧，馬到別個點解叫佢做協生下了馬尊者咧？年呢，這麼大了講呢，因為咧佢修馬的是，提根生常的呢，常咧都光直不落學係過來，咁以真的跏趺對的是，坐而住，光古出所以生佢因為佢的家唔會路講的。側臥，沙下就唔會長大了躺下，躺下嚟那沙小瞓了覺嘅，所以咧佢就得咗呢個那拍協尊者攝嘅名。節目跟你寫嘅推嘅密切的，我哋等你女生呢拍攝咁節目佢推了講就係誕生喺北印度嘅犍陀羅地方，就係加利色交王時代嘅人。當然大約咧出先現咗係西元嘅1世紀到到別別得2世紀之間。卡些節目的內容嘛，虛實另外，亦都有一但是種他講法咧，講佢寫咧就係到卡些個網佛絡了呀，那陀講教對了主要法護法藏原因是嘅第十祖。真正嘅寫出去嘅原點不得是。咁佢就係又講咧，佢就係佛陀教法嘅護法藏第十祖。但係說明知不老空，唐話的古人沉思缺陷嘅之前，假沉思缺陷。呢位尊者最初嘅時候咧，收集嘅係婆羅門嘅法。咁到佢年老咗之後咧，先至喺說一切有部出家。之後安住喺犍陀羅嘅地方，然後喺嗰邊弘揚佛法。大空入到窮呢，到半年歲大，大那些礦嚟啊，等呢，關於佢係點樣出家，出家之後又點樣證得果，同埋佢點樣得到呢個名號呢？叫做協尊者，係有啲好奇特嘅一啲傳說。係玄奘大師嘅《大唐西域記》亦都有提到。當初呢位協尊者呢，係一位婆羅門嘅老師。咁喺80歲嗰年呢，佢先至捨家，然後出家。所以佢係80歲先出家。咁當時喺城裏邊嘅有一啲，特別係年青人呢，去嘲笑佢，咁就認為佢呢好老，認為佢呢見識又係好淺薄。因為出家人呢，主要有兩樣嘢，一呢就係修定，一係就誦經。你如果你已經咁老，你又冇辦法修定，又冇得誦經，所以你只可以呢混咗喺清淨嘅僧眾當中，你只係想為咗食飽而嚟，所以好多年輕嘅人呢都去嘲笑佢。咁當時協尊者聽到呢啲嘅譏諷，咁亦都同當時嘅人立誓，如果我呢冇通達三藏嘅義理，亦冇斷除三界欲呢，亦冇得到六神通、具足八解脫，就唔會呢佢嘅協呢
而躺喺床上面，所以佢認為覺得時間唔夠，所以佢做好多經行靜坐。站立嘅時候呢，亦都思維法義。總之呢，佢完全唔會浪費時間。早上呢，就研究教理，然後夜晚呢，就會凝神咁靜慮，然後大概歷經咗3年呢，學通咗三藏，斷除三界欲望，得到三明，證得果位。當時嘅人呢都對佢好敬仰，所以呢，得到呢個名號叫協尊者。咁喺玄奘大師嘅大唐修為記裏邊記載呢，佢有80歲。咁呢度亦都講佢出家80歲呢，喺另外一部嘅《大智度論》裏邊，亦都講佢係60歲。如果現代學者認為60歲嘅講法呢，應該係比較合理嘅。所以係呢個原因呢，係大毗婆沙論呢有第29卷，或者護法藏因緣傳嘅第5卷當中有講，呢位尊者呢就喺母胎裏邊呢住咗60餘年啊。平常呢，我哋會講，我哋要講懷胎9個月或者10個月，但係講佢呢就喺母胎裏邊住咗60多年，所以佢一出世嘅時候呢，都已經成個頭都係白頭髮，因為佢一出世已經60多歲，所以佢亦都一出世對於五欲產生厭離，又唔中意喺屋企，咁所以而出家修行。總之呢度就係講呢，佢60歲之後出家嘅意思，應該係咁嘅意思，應該比較合理。而佢嘅著作同埋事業呢，呢位協尊者呢，主要係出現喺咩時期呢？就係喺聲聞部派教法大為興盛嘅末期。當時佛教情形係各個嘅阿闍黎呢，各自呢執着唔同嘅見解，咁當時互相爭論呢都係好多。咁當時嘅協尊者勸請迦利釋迦王作為施主，然後由佢呢親自主導，然後揀選精通三藏同埋5名嘅阿羅漢百人，對於阿毗達摩藏呢進行結集。咁結集嘅成果呢，就係呢一個阿毗達摩嘅大毗婆沙論，所以係一部完整總攝咗住一切有部阿毗達摩嘅精髓嘅論點。之後呢，說一切有部同大乘不斷爭論嘅過程當中呢，開始走向衰微啦。呢個係一個傳統嘅講法。咁現代呢，有好多學者認為呢，大毗婆沙論呢並唔係喺迦利釋迦王同埋協尊者呢個時代
編纂嘅，而係更加遲嘅時候先出現。다 공기 가르쳐다 숨숨으로 개체직디 내된 찌블로그 제베그 노디 룽디시기 맹아사식 드레지咁相傳呢，呢位이나야다協專者 디산제 말았어 寫一部叫做《四 이나야 阿含》嘅教 공기제 授，조디 다다 咁就係《四阿含》댄슈버디 嘅 개바든 優婆 디니 提舍。봐 咁但係而家已經 댄슈버디 睇唔到呢一部著作。 공기 개체 조디 咁 가르쳐디 어르사나 다다 자유 其實佢嘅主要特點呢， 국민당이 唔係在於做一位論師。 민국의 총대백이 디 자유협의 인수인 咁漢地嘅印順導師咧有講過，咁呢位協專者佢咁精進嘅苦行啦，歇不着席，即係唔躺落嚟瞓覺嘅呢個傳說嚟講咧，可以判斷呢一位尊者係好重視實踐，好重視契經，重視禪師、禪修思維。佢嘅年高係受到格里色嘉王尊敬嘅一位大師嚟。咁呢個評價咧，可以係好中肯嘅一個講法。咁後世嘅人呢，亦都對佢咧好讚歎嘅係咩咧？就係講協專者佢咧係對大乘教法嘅接納，佢係好接納大乘教法嘅。就喺《大毗婆沙論》裏邊咧有記錄一段咧，去推崇般若嘅密意。就係協專者講咧，就係始終般若說明方廣，是用大故。咁呢度講嘅般若咧，就係稱為方廣，就係因為佢咧作用廣大無邊，就係講般若係方廣，就係講般若嘅利益，佢嘅作用咧廣大無邊。佢係好讚歎大乘嘅，並冇咧係否定大乘。而家我哋就唔覺得有啲咩了不起，但喺嗰個時代咧，要講呢種話咧係好唔容易，因為當時好多都係上座部嘅大師，都係說一切有部，所以當時好多大師都係心量比較狹小，會毀謗大乘嘅人係好多，偏向多咧去否定大乘。喺當時嘅說一切有部嘅大師當中咧，比較多係心量狹小，同埋會毀謗大乘嘅人咧係好多，所以呢一位協專者咧，竟然咧可以講出咁嘅一番話咧，就係好唔容易。所以佢比起其他嘅人咧，有另一個密意。有啲學者認為咧，協專者係一位外現聲聞身，內備菩薩行嘅一位菩薩行者。咁一位協專者咧係接納同埋肯定大乘嘅一位專者嚟。咁以上咧就係協專者嘅介紹。然後下一位咧就係馬明波舍尼，就係馬明菩薩。Isva Gosha 就係馬明。
咁據說咧喺歷史上面咧，名為馬明嘅人有好幾位。相傳咧，龍樹菩薩所做嘅釋阿阿顯論咧當中，就列舉咗有6位馬明。不過呢度咧，我哋講嘅馬明阿闍黎咧，佢係佛陀涅槃咗之後，大概600年咧，就係西元2世紀前後，與貴霜王朝嘅迦利釋迦王係同一個時代出世嘅一位尊者，就係馬明菩薩，馬明阿闍黎。咁佢誕生嘅地方就係中印度嘅舍衛國，佢係婆羅門種姓，咁係精通吠陀外道嘅一切學問，咁佢係極為擅長辯論嘅，唔單止，同時咧，對於音樂、詩歌方面咧，亦都有好大嘅成就。咁當時佢好出名嘅一位印度嘅學者、尊者，唔單止係佛教，而至非佛教嘅人都好出名嘅一位阿闍黎。咁喺鳩摩羅什嘅大譯師佢所譯嘅《馬明菩薩傳》，咁呢位鳩摩羅什大譯師喺漢傳佛教裏邊好出名，好似藏傳佛教嘅辯論扎那嘅大譯師一樣。咁佢喺《馬明菩薩傳》裏邊有講咧，馬明菩薩一開始咧就係外道出家，咁佢亦都好識講道理。佢對咧佛教比丘講咧，如果你辯得贏我嘅話咧，就好似打呢個木錘冇關係。如果辯唔贏我咧，就唔好打呢個木錐。同埋就受人家嘅供養，即係當時咧都係冇人去辯得贏過佢。後嚟咧，協尊者嚟到中印度嘅時候，喺佛寺住下，咁就有一次咧，就喺印度掛單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藏傳佛教一開始會吹海螺，同埋要打呢個錐。咁佢就問咧，點解你哋一起身唔會敲呢個錐咧？咁然後當時嘅僧眾咧就去解釋佢嘅前因後果俾協尊者聽。協尊者講，就好似頭先馬明菩薩咁講咧，就係如果辯得贏我就可以敲呢個，但係如果辯唔贏我咧，就唔好敲呢一個木錘。咁協尊者就講啦，就叫佢哋打啦。佢要嚟嘅話咧，我都有辦法。當時嘅僧眾咧有啲擔心，咁最後咧都照佢咁講去打呢個錐。咁有位外道咧就問：今日點解要打呢塊木咧？點解要打呢塊木頭咧？咁大家就回答，就有一位北方嚟嘅長老，佢話可以打呢個，唔係我哋要打，係佢話要打嘅。
因為當時馬明菩薩係外道啊，所以我就係佢就講啦，佢就話咁你將佢帶過嚟，即係將呢位協尊者帶過嚟。咁最後咧，佢哋兩個人就見面啦，就馬明菩薩同協尊者咧就見面。咁約好咗7日之後咧，係國王大臣沙門咧，同埋仲有啲外道咧喺佢哋嘅面前咧辯論。咁接住到第7日嘅早上面咧，大家都到齊啦。然後協尊者先到，當時馬明係一位外道，但未到，咁所以協尊者先到咧，就先登上高座。佢唔單止係坐咗上去，然後佢係充滿光彩，佢塊面咧好似發光一樣。咁然後咧，外道咧即係馬明菩薩之後先到，然後就坐喺前面，就係坐咗喺協尊者前面。然後佢哋未開始辯經之前呢，就馬明就講：如果輸咗嘅話咧，點算呢？然後馬明就講啦，就話如果輸咗嘅話咧，嘅人咧要割咗條佢嘅脷，即係佢嘅舌頭出嚟。咁協尊者就講啦，咁樣唔好啊！如果輸咗嘅人咧，就做對方嘅弟子就好啦。然後馬明咧就講：哦，好。可以，咁就可以啦。咁就然後再問啦，邊一個先講呢？然後協尊者就講：我年紀比較大咧，就係協尊者就講我年紀比較大，又係從遠地而嚟嘅。今日咧就係先上座嘅，咁就由我嚟先講。然後外道就講，即係馬明菩薩就講啦，哦，咁樣都可以。你講咩咧？我都會可以將你辯論嘅，你都會俾我辯到。然後咧，協尊者就講啦：願世界安樂，願國王長壽，願國土豐饒，願一切衰損止息。然後咧，馬明咧就唔知道應該點樣接落去。然後佢就冇聲出咁坐咗喺度，咁就辯輸咗。因為聽到協尊者咁講咧，唔知點樣回應。因為佢就協議咗，邊個辯輸嘅話咧，就要做對方嘅弟子。所以咧，佢就拜協尊者為師，然後剃頭，先受沙彌戒，然後再受具足戒。咁但係咧，馬明菩薩咧仍然其實唔係好服氣，而佢咧唔係發自內心對協尊者有信心。然後協尊者咧私下咧顯現神通。然後呢個時候，馬明菩薩咧先真正咁信服。然後，因為佢之前咧都唔係真係服氣嘅，佢辯輸，但係咧只有因為協尊者真係顯神通咧，先至令到佢信服。咁協尊者就返到去北印度，咁馬明咧繼續咧就留喺中印度，咁將所有嘅經藏都學通。咁佢係對於內外道嘅學問咧都好精通。然後佢嘅辯論嘅才華係折服世間嘅，四眾都對佢好恭敬。中印度國王咧都對佢好好嘅禮遇。咁點解佢叫做馬明呢？有一個好奇特嘅故事。
中印度有位國王咧，雖然睇得出馬明係智慧好廣大，政務好高深，亦都好識得講法。你繼續講咧，佢唔單止係人啊，連非人咧都俾佢調服。咁為咗咧其他唔明白嘅人咧睇得出嚟，佢就將7匹馬咧，餓咗6日咧都唔俾食物佢。然後到咗第6日早上咧，國王咧就將佛教嘅內外嘅沙門各派嘅宗義師咧都召集嚟，然後請馬明去講法。咁聽法嘅人咧冇一個唔生起覺受嘅證悟。咁國王咧將嗰幾匹馬咧放咗喺大眾當中，咁餵佢哋食物。嗰啲馬咧反而咧一直係流眼淚聽法。就有食物咧都唔食，唔想食啊，淨係掛住聽法。咁當時大家都明白，哦，馬明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人，並唔係一個普通人。因為連馬咧都聽佢講法。咁所以從此咧佢就叫做馬明菩薩。呢個係佢係咁，所以佢喺在家嘅時候嘅名，同埋出家以後真正發名咧，其實就冇人知道啦。之後咧，馬明波斯尼咧就去到北印度去弘揚佛法。佢係善於詩歌、音樂等等嘅方法咧去弘揚佛法。咁當時北印度嘅加利色加王所統治嘅，咁亦都對馬明咧係好恭敬、好讚歎，尊稱佢為功德日。馬明菩薩嘅論著咧，亦都係非常之多。係啊，而家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得好少。咁佢嘅著作咧，唔單止係有教理性嘅論點咧，亦都有文學嘅作品。就住歷史嚟講，佢主要係以文學為主嘅，好似喺漢文嘅大藏經，冇辦法揾藏文嘅藏經，而且喺漢文嘅大藏經裏邊都標有馬明之名嘅主要著作有8部。上面嘅論點當中咧，屬於大乘嘅咧有4部。第一部咧就叫《大乘起信論》，第二咧就係《大宗地原文本論》，然後咧就係《尼乾子問無我義經》，同埋咧《事師法50頌》。咁其餘咧4部咧就係屬於小乘嘅論點。首先我想講咧係《大乘起信論》。
다다 티베 첨보를 대박기업이 된줄咁사한테는 저바 첨보야래. 배는 뒤럽 니슈베 나로래야. 일본 現代學者咧對於呢一啲所講嘅馬明菩薩嘅論點咧，究竟係邊個做咧，有好大爭議。咁20世紀有位日本學者咧就認為大乘起信論咧係咪馬明同埋真諦咧係有好大質疑。對，當時有好多學者認為啊，大乘起信論咧並唔係馬明寫。咁總之呢部論呢，就係按住佛教裏邊咧好重要。總之咧，大多數人都認為呢部論點唔係馬明所做，亦都唔係印度學者所做，而係咧中國嘅學者託名咁而作嘅。咁時至今日咧，呢一輪呢，就有講係唔係馬明所作。呢位日本學者，呢位馬明咧並唔係加利釋迦王呢一位馬明，因為咧佢嘅宗旨咧係如來藏嘅見解同埋唯識嘅見解兩者結合啊，係屬於如來藏嘅思想嘅範疇。而如來藏嘅經教同唯識嘅經教咧，必定咧係喺般若經教弘傳之後先出現嘅，所以尤其唯識見解咧係之後先出現。既然如此咧，作為論點嘅大乘起信論咧，必須咧就喺如來藏同埋唯識嘅經教弘揚之後，先至可以撰寫。咁所以就時代而言咧，至少咧要遲於無著柯舍尼出世嘅年代，所以唔可能係大乘初興起嘅時候嘅嗰位馬明菩薩所做。咁淨係呢部論嘅名上面去睇咧，就顯出嚟有好濃厚嘅中國色彩。佢唔似係印度嘅論點嘅名，所以感覺好混亂。係內容咧亦都好似一個大集會咁一樣，所以好可能咧係漢人所做嘅。然後咧，好似上年我哋講過呢一個《事師法50頌》咧，佢係糅合咗如來藏見解同埋大乘密咒成嘅性質。佢出現嘅時代咧係比較遲，咁就認為咧，亦都唔可能係馬明所做。然後離乾子問無我義經，咁呢個就係符合馬明所處嘅時代大乘見解特點。呢個咧唔排除係馬明所做嘅。就係有提到馬明菩薩嘅著作咧，唔單止係同佛教有關，因為佢咧係精通文學、音樂同埋詩學，極為善巧，所以無分貴賤。
所有人呢都好喜愛佢。大體上個咁講法佢咧有一部學校的好著人啊全部名嘅寫的，著作咧，叫大家給名為理解的給人啊個《佛所拿落來行讚》，嘅全部寫下的啊，係好大部嘅好的詩篇。人啊個拿落來，人啊全部寫咗了吧？我哋講咧，佢係三個印度嘅結尾梵文中人啊得了，人啊全部有撰寫了寫吧？係大詩，三個結尾是諗住上下頭說了，三個六係大結尾，史詩，係古典梵文嘅六個別長詩搞出來嘅第的，一人。六月嘅我跟這個所謂嘅大人啊詩咧，就係得了人啊全部落就係過，以章六為分段啊，一就也得不得了人啊全部落過的是。但人啊有全部兩章以通咗上咧，的，先至叫做假的大人啊詩，全部通咗的，狂查的，即係人啊詩歌全部通嘅詩，咗張嘅的，拍起空來是咱們這個的是。就係大嘅詩歌。Maha Kavya 咁所以呢一部咧 Kavya 就係、Maha Kavya 寫的人啊全部兇殺，這上能給呢部《佛所行讚》。搜到啊，人啊看是那邊的，我呢真的人啊看呢，人啊全部兇這麼多個的嘛，直接說了個還是這麼的。第個是人啊，全部就係以寫章為分段所寫，人啊，給他看到六月所以的，當時嘅詩人咧唔單止係係寫一般嘅詩，係要識寫咧大詩，咁係同埋要寫以章為分段，同埋要有兩章以上咧先至叫做大詩。咁係，咁所以第一位咧，就可以寫呢一種大詩嘅咧，就係馬明菩薩。佢係依詩偈而到去弘揚教法嘅一位典範。咁此外咧，亦都有做一個咧，就叫做《美難陀傳》，就係講難陀出家嘅記。同埋咧係《舍利弗傳》等等。咁所以你見到佢喺文學、音樂同埋詩學上面咧都好善巧。咁喺印度嘅文化當中咧，佢係備受尊崇嘅一位大師嚟。大體呢，聽起來呀，這裡面大概需要的就是嘞。但呢，他從那打了那的給，家群就拿落了呀，大樣的沒得子的，然後喺多倫納他印度佛教史裏邊咧，講到馬明同埋莫茲里濟扎咁同埋聖用呢幾個名咧，其實係同一個人嘅唔同稱呼。麥茲達即係莫茲里之澤，咁佢咧就做咗150個佛偈頌。咁就係就係就好似要背呢個150讚佛頌。咁所以當時咧，大家都要能夠背誦呢一個150讚嘅佛頌。咁呢一位好有名嘅莫茲里之澤，有人講咧呢個就係馬明菩薩。咁係藏傳佛教咧，亦都咁樣認為，就係呢個150讚佛頌咧嘅作者就係馬明。但係呢個講法咧就冇好明確嘅證據，所以亦都好難下判斷嘅。咁同時，現代學者認為咧，做本生曼或者本生論做嘅聖用阿闍黎，叫做本生曼。咁呢度做嘅150讚嘅佛頌，同呢個莫茲里之澤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人嚟嘅。
다 되는 샴리야. 너도 왜 로빈 가시지?我是那什么才是？然後接住咧就係想介紹啦經量部嘅幾位柯西尼。嗯嗯嗯，但多的别罗宾，他当然是能够出的嘛，先送别个来呀，那其他那往多的吧，甚至嘛，我们把去送过来吧，年头给中的你，俺地位先别中的你送过來吧，但你那個多的吧的啫。咁係藏傳佛教咧多啲就會嘅多啲把啲有得好像屬四部，於嘛啲嗰咁啲四部裏邊咧啲把做嘅其中一個嘅多啲嘛就係嘅啲多經量部，啲把成多得啲啲把做嘅嘅男性都具備嘅啲把咁亦成嘅，都係18部派啲當中嘅多啲把嚟呀，其中一部，安尼就係年那時候經量部啦。羅賓卡卡要屬於那安尼羅賓選努練呐，咁羅賓白練的，羅賓經中間量部咧不是噻，啊，那啲就有數目我就學，但大部分羅賓選努啊練學出來。有幾位著名嘅柯西尼咧，旁邊修路就來學係的，俺那拍些鳩摩羅記多，錄嘅圖了，你然後們呢隨便把都選的唄，給開發下的了。塞利羅多同埋當然新嘅摩利的呢，拔摩。多的吧是啊個出的可能，咁第一位咧當我就係隨便用嘅的，俺那邊本來鳩摩下個羅多，下的嘛，可是旁邊的修路來咁是，就係古馬的譯名叫拉達下個下同修，的要的是，他的旁邊當選長嘅能力所以提高佢係叫做了呀，同修或者係鳩摩羅多。旁邊修路來咁啊，古馬的係拉達下玄的。莊大師嘅《大同修日記》咁樣講啦。呢一位柯西尼咧係他拆似羅國人，咁佢係從小咧就開智慧，然後喺年紀好輕嘅時候就出家，咁啊聽咗好多部嘅大論，佢係對甚深嘅法義係特別歡喜。咁佢可以一日之內咧可以誦持32000偈，亦都能夠讀誦、書寫32000頌，所以佢記憶力好強啊！所以佢成為咗當時所有學者嘅頂嚴啊，名聲傳遍各地。總之咧，佢咧建立正見，破除種種嘅邪見，將正確嘅見解解釋得好清楚。唔理點人其他人點問呢，佢都能夠好清楚咁去解答。咁所以印度嘅五方所有嘅國家對他都好頂戴恭敬。咁佢自己做嘅論點呢，亦都有幾十部，咁好廣泛流傳啊！大家都好精勤咁研讀。咁呢一位就係經量部嘅開創者。當時印度呢，有東方嘅馬鳴啦，南方嘅聖天，西方有龍樹，北方有就係鳩摩羅多，號稱趙世4日。就因為咁啦，呢位國王呢亦都聽到柯西尼嘅功德咁廣大呢，然後咧帶住軍隊去到呢個地方，然後咧將呢位柯西尼咧迎請過嚟，然後咧就起寺院，然後作為信眾嘅敬信地方。咁喺多倫多拉他嘅印度佛教史裏面又講啦，經量部嘅柯西尼，西方咧出現咗一位叫做鳩摩羅多嘅尊者。咁佢嘅著作當中咧有一部叫做《大莊嚴論經》，或者叫做《喻萬論》，就係叫做《喻萬論》。
咁佢譯者咧就係鳩摩羅什大譯師所譯嘅。咁其中提及到咧，寫到清楚，作者就係馬明。然後咧，後嚟咧就喺20世紀喺新疆嘅出土咧，有有呢一個呢部論嘅梵文嘅殘卷。咁佢題記當中咧講到係鳩摩羅多所做。咁咧有現代學者指出咧，又講咧唔係馬明做嘅，又講就係應該鳩摩羅多做。咁當時有一位國王叫做 Ruradama，咁大概就係西元120到150年嘅一位國王。因為比咧馬明咧遲咗大概150年，所以就唔可能係馬明所做嘅，所以呢部論即係呢部大莊嚴論經，應該唔係馬明所做，而就係呢位鳩摩羅多所做嘅。咁然後下一位咧就係塞利羅多，佢大概都係西元4世紀嘅時候，係出生於印度西方。咁佢就係鳩摩羅多柯舍尼嘅弟子。咁佢咧主要係弘揚經量部嘅一位柯舍尼。咁係有位叫眾賢柯舍尼喺阿毗達磨中進行辯難嘅時候咧，咁以呢一位尊者塞利羅多而致敬。咁之前有講到趙世4日喺漢地嘅傳承咧，有之前上面講到趙世4日咧，再加入呢一位柯舍尼咧，所以就有5位嘅論師啦。所以加起嚟有5位。咁喺東南亞太人道佛教史都有講到咧，喺加薩彌羅地方出現經量部嘅大柯舍尼塞利羅多呢位尊者。咁佢做咗一部叫《經部毗婆沙論》。但係咧，而家呢部論已經揾唔到啦。咁下一位咧就係阿利拔摩嘅柯舍尼。咁佢係大概喺3世紀至4世紀之間嘅人，係一位中印度嘅人。咁佢亦都係咧鳩摩羅多嘅重要弟子之一。後嚟咧，佢因為唔喜歡咧說一切有部繁瑣嘅論點，然後咧佢去咗華氏城研習大眾部同埋大乘嘅廣大經典。咁佢咧總攝咗小乘同大乘一切宗義嘅精髓。做咗成實論、Saddha Siddhi Sutra、Shastra。咁論中咧結合咗經量部、大眾部同埋大乘嘅宗義咧，而破斥說一切有部。佢咧公開咗呢一部論之後咧，喺華氏城
聲名大噪。兄弟加那嘅嚟，咁主要後嚟咧，就係點樣亦就為都係將佢路線，譯為點樣就漢文，為出得山，就點解就加那重要的，我嘛，然後咧形第三呢，成咗一個點樣宗派叫嘅話說，誠實我嘛最論宗。重要的是，大啲兄弟。咁但係而家唔知有冇呢個咁嘅宗派，但係當時咧有咁樣嘅誠實論宗嘅一個宗派。咁所以呢一部誠實論咧，亦都係去研究經論部好重要嘅一部經典。Neyse, daha tene diyeceği ya daha karışıyor da sana ben lobe scan da lobe yine da 然 lobe 後 bir 之 tane 後 yüzü 咧 koca şu an do yine 就係 da 介 tene 紹 de gazlı ya ba 世親 sam 柯 şa 舍 ben 尼 ya 同埋 ben 眾 la 賢柯 bu 舍尼。zaman hani karışıyor şu 我 an 諗 şey 啦，ya 今 ben 日 de 應該大 sözüm 概 şey ma da yani 講 bir 到呢 sürü 一 daha 度，ne çok kim 咁然後 tene 之 şu 後嗰 şey 啲咧就 do yine 下 da 一年先 şu 講。şu我都注定去先呀的，你那到底şu mu 是吧？但逻辑大嘛寫概寫，仲有5、6頁但佢哋要講，咁然亞說後剩下前嘅咧就途啲，安尼da 留待他們下一年再多做嚟講。講，那個是啦，排泄人結下束嘛先，但係呢幾今段啲次嘅他說，夏季不如課程就這個兩個人團，你就是重新開始嘅時候咧冇乜兩個人障礙，但係中間嘅時候咧，因為有好多嘅事參下過嚟重送啊，前天先過嚟重送啊，要去處理，啊，呢就是啥呢？所以有一個禮拜但係呢樣我忙我把呢時冇對間呢，寫冇上到課。在面寫啲，咁希望他說。未來咧，因為會繼續上課，希望明年咧能夠繼續上課。大看到啲特例嘅，所以希望唔係一啲咩嘅大障礙。參下下啦，係邏輯嘛嚟啊，但冇對呢，需求咯，今年嘅夏季課課程咧就到今日。你哋係咪有啲要做獻萬達？係咪有人需要做獻萬達？我唔係叫你哋而家做供養，只係問有冇人需要念嘅咧嘅啲供養文。我頭先所講嘅呢個要念呢一個金撐嘅八字長壽祈請文。